點啊？應該係1760017600係1800點咯，係1800點啊嘛。咁係啊，1800點嘅樓上係咪一暴力咁升咗1800點？咁17600上到19400就應該1800點到嘅，好似係啦。咁1800點你落翻900點即係幾多啊？咁即係大致上19400，19400減一半0.5嘅波幅啊，嗰個黃金分割嘅一半啦。咁14000減翻嘅900點就應該係18500到附近應該要企穩嘅，剩第一格一半係啦。即係你會諗緊嗰個波段係應該係17600上到去19400中間啦。我諗大概咁啦，即係因為其實仲可以準啲嘅。咁你大致上一半到就要暫時斷定先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假到不得了，即係成件事其實係大家係賭贏咗嘅啫。琴晚係啊，就係咁啦，即係琴晚賭贏咗。咁但係最差咧，嗱講真，呢個波浪咧，佢始終我唔可以否認佢有個 W 出咗嚟嘅。咁所以技術面入邊嘅波浪圖咧，佢係唔失翻嗰個17870咧，其實係冇事嘅。即係嗰件事，我頭先我講得盡少少啊，176幾，咪175幾啊？咁其實應該係17，我睇條線先嚇，17870啊，係啊，大概17870樓上嘅呢次點玩都係。如果咁樣，如果17870都失咗咧，咁佢個 W 嗰個咁嘅回測咧就係流到不得了嘅，就唔可以再用個 W 圖啦，係啦。